国际上上新的消息，咱要赶紧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拄则答应乌克兰会当使用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来拍罗西亚。这嘛是罗西亚17对乌克兰强烈攻击了后做出来重大决定。目前罗西亚是还未有回应，不过9月份普丁就要警告美国唔通安尼做。莫斯科当局会把这个举动看作是北约国家直接参与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拜登的这个决定有可能会对伫要接任的川普造成重大影响。乌克兰伫咧17公布一段影片，看到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ATACMS 自乌克兰发射，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同意乌克兰过去几多个月一直要求的使用这个射程300公里的系统。Ракети самі за себе скажуть. 伫即间俄罗斯对乌克兰全境发动大规模的攻击，目标是能源基础设施，沿乌架射到命体，造成重大死伤。泽伦斯基讲，射过来飞弹有120粒，还有90台无人机，上远是射到乌克兰的上西部。因为俄罗斯是也未对乌克兰使用 ATACMS 系统做相关回应，但是总统普廷今年9月时阵就捌警告西方国家唔通安尼施做，讲莫斯科将会把这看作是北约国家直接参加乌克兰战争，将会大幅度改变这场冲突的本质。拜登的这项决定可能会对明年一个国要重新登到北京的川普有正大影响。川普一直对俄战争有正侪批评，而且把责任拢撒给乌克兰，讲战争开美国的资源，佮讲又在调伫1天内就结束战争。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